的时阵，应付所做，其实为了咱讲一切办法，不离这个，不离主线。有无？那做啥讲？一切办法，这个物件内底当中啊，就为了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无字，有字就是对应。那叫做假象，那叫做嘛叫做表象，嘛叫做表象，但是它不是实相，听好哦，迄是实相哦。虽然今日讲的讲到这个物件是咧讲实相，无字真实相，这是实相物件，实相是实相，它不是它不弱的东西，实相是性相。听好哦，伊来讲嘛，这个实相，无嘅实相相，处凡无而不减，讲出来了。处在这个凡无而不减，什么叫凡嘛？啊，无清嘛，啊，伊嘛是负面这个物件，我是讲，我拄则讲，我属伊嘛是无减咧。咱今日像我博士有条啊，有当修炼的咧，未想要通咱学道的咧。你看咱一个说文德老菩萨哦，年岁拢80外岁啊，嘛即摆常常咧传呢。因咱嘛是咧做咧听做当兵感谢呢。啊，遐博士这真正有咧困难呢。哦，啊，咱个未较差，其实咱地位较较差，所以咱地位无差。伊的专业唔对一项，伊赢啦，但无叫伊咧跟学道，叫伊跟我才坐伊过来，伊嘛坐唔了，敢是安尼？啊，伊讲这个我有听啦，啊，伊就是无佛言，因为伊的色相强，所以才听袂落。所以来讲，哦，处凡无离不减，咱来知影，离咱各位同修大家。咱爱知影，咱伫咱的自性中的内底当中，圆满无缺无缺点，在显性而不精，讲来，性而无缺点，啊，凡无缺点。所以我在做囡仔时阵，阮爸爸上我一句话跟我讲，性灵本是凡人做啦，吼，啊，只怕啊，凡人心不坚啊，我。性灵本来是凡人做，性灵本来是凡人做，啊，凡人会当做性灵，啊，哪造减？无减。哦，结果来哦，自烦恼是不乱。你的自性中的内底当中，因为你是起了妄想，哪会乱？想这，但是你自性中的内底无义的实性，伊即个是讲无义的实性。离烦恼的内底，三光以前不改变色，妙。因为三放落来内底当中，离我来讲的，我的自性来讲不改变色，因会惊就是有色啊嘛，会惊就是有色嘛，有地色的色，哪会惊？有色，当时，哦，迄个什么人啊？迄个花莲哦。什么人？迄个你甲迄个时阵啊，迄个入仙庭，这真是假事。迄阵无理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理相相，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情了。啊，因为你无理时，无我相，人相，众生受者相，迄就是因为什么啊？不乱。睇到你把手机道你赚钱啊，你赚他道你赚他，我把钱我把钱啊，好，但是啊，咱惊死，对不对？咱袂惊咱袂害，但是人现别的根本计算，因为唔是我这马地的事情，我自身境内底当中，你猜我袂对，你掌我袂对，你是掌我这。技术，
但是我的实相你找我唔对，啊，那我何必来烦恼？你应该做管人，同样呢，咱即摆咧修啊，对吧？你讲生死一如啊，好，你讲人啊，每个人拢会面对着生死嘛，啊，才人啊烦恼，好，万年拢麻烦，但拄着咱咧死的时阵也烦恼咧。啊，你讲互别人听，拢足自在。面对着家己的时阵，会烦恼咧。这上嘛了烦恼。这是事实嘛。就是因为咱的感觉不够啊，咱在乱啊，自烦恼而不乱。咱在乱啊，咱离烦恼中的烦恼呢？烦恼小过我夜无计，这烦恼小小要超无运程。我若等下后日，我这囝唔知要安怎？我若等下后日来的时阵啊，我这囝，这个都唔知真正分何谁咧？那边的上十岁，唔知叫多远？迄个唔多远？王永强、郭台铭、张荣发，伊若想讲，因囝即摆咧不在行过嘛，伊嘛无想要等，要等伊更袂使。等伊嘛在咧等伊，母的嘛在咧母，迄叫世间嘛。但是咱一定啊，将伫世间观内底当中，伊即个是咧讲实相，你即摆别讲这个物件，你会了解这个哦，你会了解这，伊是嘛是咧讲这个哦，爱听好咯。自烦恼而不乱，吉祥定而不急，吉祥定而不急，迄个急变在哪？迄个只有这个常照。你吉祥定，你伫祥定中的内底当中，你本来就是相消，你不乱啊。灭有常定，命相定，吉以相交。伊本来就是无根，伊本来就无定，伊本来就是哪？没有一个定，没有一个吉，没有一个常照，没有一个常定。你自性定本来是现在的，本来就是无这物件，本来就自相物件，到这种卡落物件，这种卡落物件，不断不详，不来不去，不在两中感知依类我，伊就来讲啊，这款物件内底当中啊，不断不详，自性定的当中。离金光经29分内底当中，说无第欲人言如来欲来欲去作之用哦，是人不改摸索去，如来者，如意将来就如意去，是无名如来。金光经为这经分的29分内底讲着，你讲说无第，这个如来，这个如来是讲啥物件？这个如来就是不断不详这个物件。这个如来就是讲咱的自性，唔是讲释迦如来，爱听好。有人讲如来有来有去，有来有去，有来有去做代志，无来无去无代志。但是咱是来去一阵呢，伫金刚经的，伫迄个第9分的当中，伊啊，一上非上面内底当中，须陀洹、须陀含、阿那含、阿罗汉，须陀含，须陀洹第一个就是哪？入流入生命之流，第二个就是须陀含，第二个而不来，第三个就是哪？阿那含不还果而不还，对不对？伊拢是拍掉的，无一个来，甲无一个不来，无一个不来，无一个来，伊自性境的内底当中，叫做因为伊毋是足自然的物件。所以咱来讲，你唔是要甲当伊，你唔是讲它不断不长，唔是你让断灭，唔是你让上在，迄个断就是讲，咱死就无去啊。迄个上就是讲，唔是永远都记个，唔是这个意思。无永远做无，变永远做变，低永远做低，上唔是这个道理。自性中的内底当中，你不断不详，毋知六祖当中叫做断相意见，断相意见，断就是讲断掉伊，后边拢无去啊，人死就拢无去啊。相就是永远，你做你就做你，做无就做无，做变就做变，自性中是这个物件，
所以来讲，自性境内底当中，伊无完全理解，不来不去，伊无有一个来去，该来该去，拢如来如去，不在两中间之异类外，嘛无在两中间即个两项的中间异类，拢总无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好，迄个性相就咧讲自性，迄个性相就讲自性，自性就如如相助不迁，变化的相助迁，什么叫做相助？迄个相助的永远不变的物件叫做相助。好，人来到这个世间，这个分化，这个分化。这个分化、分段，不是变异，后面分化，好，六道轮回这是分段，有的阿含，阿含叫变异。心理的分段，咱来到这个世间，比如讲人，有人想到80岁、90岁，这个就是一段嘛，这个就是一段嘛，这个分段生死嘛，这个分大生死嘛，分大生死，六道叫做分大生死嘛，分大生死嘛，你想讲有马、猪，伊那嘛是叫做分大生死，六道叫做分大生死。来有去，因为伊生死叫做分化嘛。什么叫做变异？变异毋是用这个肉体，变异是咧讲灵，咱的灵啦灵，咱的灵伊心灵内底变，伊毋免得拖这个躯体啦，而且就该变入去啦。比如讲阿罗汉。阿罗汉已经五顶四相已经空啊，所以因为伊毋免过来这个世间，这个轮回，伊叫做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安尼。所以呢，伊伫遮当中，好。所以性相如如，相助不迁，就是咱的主性向内底相助不迁，所有的物件，无论是你变牛、变猪、变马、变老的，拢总是灵去变。咱今日这个电脑，移动电、电通，所有的电话这边的物件，拢是电。电会当走电脑，无电脑袂开始。电会当电通，无电通袂当开。电无冷气，冷气无电，冷气袂当开。安尼听无？所有一切拢来自于电，所有物件众生拢来自一个灵。灵，迄只鸡嘛灵，迄只狗嘛是灵，若无灵。伊就变成变动物人，变动物人，对不对？所以有灵，这个灵叫做叫做自性，所以自性或叫做道，伊是轮回走边去，安尼对啦，所以即话咱讲话第一自性，干完，干完，我们个人诉说不生不灭，诉说不生不灭。好义外道，好义外道，是完。是完。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外道所说不生不灭者，将灭上生，将灭上生，以生现灭，
一心显灭，灭有不灭，灭有不灭，生说不生，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我说不生不灭者，本自无生，本自无生，应有不灭，不灭，心有不灭，所以不动我的，所以不动我道。逆欲欲地生也，欲欲地心也，但一切善恶都无殊量，但一切善恶都无数自量。然得入清净心体，自然得入清净心体，当然相接，淡然相接，形容如山。妙用行善。当然，这个咱知影当中啦吼，这个这个世界哦，就继续这个叫变动啦吼，所以问题是可能这个概述啦吼，所以这段吼，因为这个时间剩2、3分钟尔吼，要解释这段可能时间上不足。所以呢，你们这段吼，让你这个好处，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所以呢，这个物件吼，讲到了作用啦吼，嘛应该作为大家讲较清楚。今仔日咱若真了咧在生活，应该咱听。咱读清楚，听这个出来，咱得听读清楚，应该做了解。所以呢，因为咱作为伊咧讲这物件，伊是讲到迄个实相物件，迄个作为的物件，咱会了解，这是讲到上根本一点。讲到这个无上清净的地方，讲到理解。迄个物件就是一定要互相意义的，所有对立的物件，有对立的物件，这就叫做大成法；有对立的物件，这个掉落自己啊，掉入自己吼，就是讲你一稳，那后来，因就是迄个赞助，伊无到菩萨，而且这个赞助，所以呢，因为讲这地内底当中，其实。咱一般的历史应该大家去受咱名师，甲咱指点的迄个实相、治理，得到迄个实相，迄个实相，那我从了解这个当下适得就很好，了解就很不讲。但是咱我从当下适得，咱我了解。咱虽然受名师一起的在当中，有当时咱是懵懂，咱我用识透迄个思想的道理，因此呢，透过着咱来做现代知识，甲咱指引的是有这一点，所以呢，咱这个环境啦吼，这是一个尾后壁是一个拢讲思想，讲思想。但是你若听入去，对你你会发出足侪矛盾的物件出来。你会想象很多矛盾的事，你上会入，明无明，智慧甲烦恼，这本来就是安尼讲的，是安尼讲唔对。因为人做为人，智慧甲烦恼，变定凡夫就智慧甲烦恼，变对立嘛。所以你也无怪讲个三个里面，伊讲到伊实相，讲到伊实相物件，实相就这对应还对了，这是讲这物件今日咱讲这个所在啦所维护些啦我们各位点知道谢谢各位，谢谢。大众请起。感谢父前人慈悲贤道，欲公，坤道欲公，第
旗杆向如基老母亲3几公里前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感谢付钱人慈悲几公，感谢给粉丝慈悲几公，坤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感谢付钱人慈悲几公，感谢给粉丝慈悲几公。持架向如基老母亲3几公里前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持架前1几公，上下付前1几公，上下给粉丝几公，坤到1几公，再几公，3几公，持架前1几公，上下付前1几公，上下给粉丝几公。好，那就。哦，感恩感恩。